由台南市如意赛主会发起，狮子老公公送来到美善基金会活动，今年已经连续第3档。因为基金会心智障碍青年伫个被照顾的期间，会渐渐失去自我的决策甲表达的能力，因此赛主会甲美善基金会为了让这群青年有更加侪选择甲决定权利，特别伫个圣诞节进前，由这群青年选择家己想要爱什么款的圣诞礼物，由着赛主会共同来关注。狮子会跟美善基金会也认识很多年了啦哈。那我们从好几届前也是跟美善这边都有合办这个狮子老公公送爱心到这个美善这边来好。那当然，因为我们这几年当中也都有陆续都是跟他们配合。那今年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就是新任会长，那也想说，秉持着我们狮子会做爱心、做公益的一个理念的部分，所以来持续的来跟美善基金会这边来做配合，然后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也是邀集了我们很多个分会。还有我们专区的部分来一起来联手做这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公益活动。我们3个工作坊的朋友差不多60位，就是被邀请一起吃饭。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狮子会，我们很多的他们代表来参加，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荣幸。我想我们的朋友有得到这样的祝福，别人的关心，他们都非常高兴啊。所以我想今天也特别谢谢。圣诞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彼此分享这个喜乐和平安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不管是我们狮子会的朋友也好，我们的工作坊的朋友也好，有这个喜乐和平安这样我们是上天的祝福，是最好的一个祝福。上午出席的除了如意赛主会会长，还有300议员区总监的特助、第10专区的主席，以及2021分区的主席等友会甲友好单位。李市府社会局机秘书林建南嘛特别前来见证，整个活动除了圣诞祈福，另外还有这群青年的舞台表演，以及圣诞响宴等，场面温馨。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